喂喂喂喂喂喂，哦有了，一二，一，你们我去外面听一下。喂喂喂喂喂，一二喂三，喂喂喂，季宏先讲一下。喂喂，喂喂，要吗？好。钢琴手。
着这个布幕，那你的位置比较接近电脑。按哪一个？上下。那如果往后，那你们那边往后应该也可以按吧？不是因为我要比，所以我没有办法边比边按。你可能要帮我第一手帮我按，然后第二手我再按。2页而是3页，第3页是第3段。手机荧幕闪着各种现实动态，累积下的血清有点不太好看。购物车的清单比谁都还精彩，倒数的 playlist 循环播放欧奈。世界太喧闹，交通媒体，我学习一直挑每时间感受难过，其中熟悉的温柔，你信我该把烦恼都 let go。跟着我，快速跟着拍，心跳跟着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你收到的爱，马上的阴霾，暗夜的光彩，渴望是都在传说中的安排，奇迹的爱。一起亮起来，一起大声喊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一起亮起来，一起大声喊 ，Light up, light up， 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都节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你收到的爱，马上的阴霾，暗夜的光彩，盼望只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跟着拍，这样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
都被遮住，还是说你站中间，他们在旁边，不然两个就遮住了。那个，如果他站中间，你就要过来，这样才看得到。我们是直接开始没有主持。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谁？建成乐团。好，那这首歌大家会唱，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把你手借给我。爱就让我每样必珍惜，真爱我们成就了应许。耶稣基督，深爱必珍
道路，生命，生命，宇宙，我们欢喜，爱子耶稣的降临。再次我们欢喜，爱子耶稣的降临。最后一次，我们欢喜，爱子耶稣的降临。哈利路亚！大家圣诞快不快乐？我们有多久没见了？没错，你们算数都很会哦。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等一下需要大家的帮忙。你们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吗？先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对吧？手机不离身，对吧？好，当我大家说打开你们的 Spotlight 的时候，你们就要把 Spotlight 打开 ，OK？ 还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我说打开你们的呀 ，OK， 好了，带来这首新歌来了。手机荧幕闪着各种显示动态，滤镜下的雪景有点不太好看，购物车的清单比谁都还精彩，倒数的 playlist 循环播放 all night。城市在喧闹，脚步没准备好了吗？一直掉在时间的手段空气中，后面的朋友，是希望代表看到的泪沟。还没，先一起唱歌好吗？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中节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在今天你充满的爱，满潮的遗憾，暗夜的光彩，难忘之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Light up, light up， 一起让期待，还没，来先唱歌。一起让声喊 Light up, light up， 为你们。，Light up, light up， 哦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嘿 ，Light up, light up， 一起亮起来 ，Light up， 为你们。一起让声喊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 light up。有没有？主唱还要自己操控灯光。还没亮起来，我们还没唱到 Light up 哦。准备好了吗？我们从头先一起唱歌，Come on！ 手机荧幕闪着各种显示动态，滤镜下的雪景有点不太好看，购物车的清单比谁都还精彩，倒数的 playlist 循环播放 all night。城市太喧闹，脚步没停过讯息，还不要 Light up， 还没。空气中自信的温热，是我代表看到的泪沟。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中节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在今天你手上的爱，马上的遗憾，暗夜的光彩，盼望之都在传说中的安排。准备好了没？起来了，来了，嘿！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欢迎你们！哎，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欢迎你们！来了，上面的朋友！哎，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一起大声喊！右边的朋友！来了，左边的朋友，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见我你们的手，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
要同节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在今天，领受他的爱，马槽的婴孩，暗夜的光在，盼望直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来。还没，我要验收一下大家刚刚会不会唱这一段。我们唱上面不要唱哦，让他们唱好吗？来哦，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同节拍，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Come on， 在今天领受他的爱，马槽的婴孩，暗夜的光在，盼望直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来了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来了，欢迎你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欢迎你们！来了来了，再一次！来了来了，嘿！一起亮起来！来了来了，嘿！一起大声喊！来了来了，嘿！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你们以为我会这样结束吗？没有，对不对？我就这么的无聊，一年才见一次，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再玩一下下。好，那再一次吗？跟着我。但是我想要邀请大家，要不要站起来一下？好吗？还是你们比较想坐着？啊，好，站起来，好，站一下来吧，站一下。来喽！因为我等一下需要大家一起跳起来，好吗？跟着我，准备跳起来！拍手跟着拍，心跳中节拍，今晚的喜乐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我们的现在。在今天，领受他的爱，马槽的婴孩，暗夜的光彩，盼望直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跟着我，拍手跟着拍，心跳中节拍，你们的声音呢？不需要安排，他的爱正洒在小朋友，主日学，领受他的爱，主日学。暗夜的光彩，盼望直都在，传说中的安排，是奇迹的爱。来了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来了，欢迎你们！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一起亮起来！来了来了，一起大声喊！来了，大声点！来了来了，跟旁边的说，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一起跟旁边的说，跟你旁边的一起大声喊，来了来了，跟旁边的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左边、右边、前面、后面的人说：“我爱你，生日快乐！”最后，我再邀请各位，我们要一起跳起来，好吗？1、2、3，谢谢大家，请坐。谢谢建成乐团，让我们再给他们来个尖叫声。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建成舞会的节目主持人，来自青色团契、金童玉女、神雕侠侣
情色团契会长以及史凯华执事小赖史凯华，掌声鼓励！大家平安，下午好。大家有记得有来过我在教会婚礼的人，记得我那天穿什么吗？就是穿这个。你看我有多重视今天的舞会。接下来我们请我的老公赖赖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的会长也很高兴能够服务大家这样子，然后很紧张，第一次担任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大家圣诞快乐。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主持每一个节目，然后刚刚建成的乐团表演的相当精彩，然后也感谢他们他们用音乐带我们进入主的同在这样子，然后也很开心。对，老师在这边。所以我今天是跟我太太一起主持这个，所以我也还是有点紧张。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午后，我们预备了诗歌、舞蹈还有戏剧这些表演，然后会有各教会的各个团契轮番上，所以希望这个午后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主爱充满，然后被喜乐包围的时光。没有错，接下来呢是欢迎我们的松年团契的表演。好，那接下来的松年团契表演的节目是细数日子感恩的节目。等一下，在他们表演之前，我要先问一下，你知道松年团契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我猜一下，应该是55岁。松年，我昨天其实本来不是要穿这样，然后我就在家里找了一件我妈送给我的衣服，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不知道在什么场合穿，所以我打算要穿。结果一穿，赖赖就说：“我觉得那一件很适合松年团契的时候再穿。”没有，就之后我们可能以后再过个10年，我们就可以去了。他很过分哈！松年团契的平均年龄，我刚刚才调查问到了，大概是80岁左右。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给松年团契的长辈们爱的鼓励，非常棒！来，预备，开始！1、2、1、2、3、1、2、3、4，后嘿！让我们欢迎松年团契的表演。欢迎松年团契，掌声！松年团契会透过歌声来数算一路走来主的恩典。慢慢来。松年团契会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哦。来，小心哦！来。阿公在哪里？阿公，好。阿祖在哪里？哦，这位每一位都是阿公阿嬷哦。好哦。好，我们稍微安静一下，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我们松年团契带来的精彩演出。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欢迎松年团契的表演。
感谢他们，每一天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好，小溪。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社区银发族欢唱团体要带来的一个欢唱的合唱节目啊。那就是他们是充满活力的银发族，他们将证明年龄不是限制，喜乐才是最美的装饰啊。大家知道社区银发族平常是什么时候来教会上课的吗？我知道。哦，有人讲了，145对不对？对，总共我们是礼拜一、礼拜四、礼拜五都有长辈、社区的长辈到我们教会来这里上课。那他们上课的内容，有的是唱歌班，有的是舞蹈班，有的是手工艺班，还有桌游班。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想要来参加，或者是家里有长辈觉得他们在家里很无聊，希望他们动起来，来交朋友，可以来跟浸会长老咨询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社区银发族的各位唱歌好手赶快上台，我们来准备一下。小心小心，慢慢来没关系，大家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均卡拉 OK 还有舞蹈班的。今天40岁，对。你看他们穿这个红色的活力红，好可爱。小心哦！哇！
哇，这个阵仗真的是看起来蛮大的。然后他们今天也是很应景的，戴上这个圣诞帽以及这个红色的系列。好，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英法组欢唱合唱团带来的歌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是《今天可以不一样》，第二首是台语歌《卡打掐》。啊，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谢谢。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睛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这个有没有声音？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睛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第二首卡打掐，对不对？来，我们来热烈掌声，卡打掐！哎，大家摇动身体，右左右左，跟踩脚踏车一样。谁来谁去骑阮的卡踏车，等待你下课，每日做阵行，轻轻心来话，伴着车的卡踏声，阮的希望拢徛伫遐。一起唱。手顶的鸟啊，不是来偷听，听阮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为你永远藏伫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说啊说啊说，说着咱的爱，踏着青春甲期待，踏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说着咱的爱，踏呀踏，踏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藏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没错，非常有活力啊！来哦！说来说去骑阮的卡踏车，等待你下课，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伴着车的卡踏声，阮的希望拢徛伫遐。手顶的鸟啊，不是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
每年规工囥伫遮，欢欢喜喜对你做阵行。说啊说啊说，说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说啊说啊说，说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谢谢。感谢社区银发族带来的表演，看见这么灿烂的笑容。好，我们赶紧来先照一张，先照一张。来，来，1、2、3，耶！再一张，再一张，1、2、3，耶！感谢感谢。阿嬷的脚没办法蹲太久，最多就是2张照片。谢谢。看到社区银发族长辈们的笑容，我的心都觉得暖起来了。因为平常我在礼拜5的时候早上，我也会来当志工，然后就帮长辈们量一下血压、体重，然后让他们去上课，然后帮他们切一下水果，中午他们一起吃便当。交谊，他们都来到教会，他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我们的社区银发族其实是1年有8个月上课，就是像他们上礼拜结业式，结业式之后就会休息寒假的时间，然后之后3月再开始开课，就是会休息4个月上课，然后休息2个月。但是呢，在志工们、浸会长老还有义节牧师的照顾下面，长辈们都舍不得。喂，长辈们都舍不得停课，你知道吗？对不对？浸会长辈们都来开心，很开心来这里。好，那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刚刚表演的这个合唱团体，就是我们的银发族社区嘛，对不对？那你们的活动好不好玩？还想不想再参加？哇，那太棒了！我们很期待你们明年的表演，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主日学啦。那我们主日学的爸妈有在现场的举个手，好不好？让我看见一下。很多，包含我。那我们真的也很期待我们主日学今天带来的表演，而且是听说非常的流行的歌曲，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最新的哦，一定要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主日学的表演，好可爱哦！他们今天是 hip hop 风格的。我是 hip hop 囝。对。哇！看到长辈们也这么有活力，再看到小孩子也这么有活力，真的是很开心哎。松松准备好了吗？期待你们的演出哦。今天好帅。来，小朋友要后退一点呢。可晴再过来一点，因为弟弟要跟你在一起。好，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啊。好，我们先拍一张照片哦。来，我们看镜头。1、2、3，耶！好，我们先再一张好了，再一张。可以吗？可以的哈。来，我们再照一张哦，1、2、3，耶！
好，我们赶快进行啦！我们欢迎我们的主日学，呜呼！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我帮他拍一下，好不好？好可爱，来。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加油！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暂时中断，但我始终相信你是牵着我。好，我们拍照一下啊！主日学老师和家长，家长我们一起上台啊！照相啊，照相啊！好，那个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好，爸爸妈妈哦，爸爸妈妈，人非常多，人非常多。还有赵明哥，赵明哥。棒！主日学，
赞不赞？OK， 我们谢谢主日学。大家很厉害，大家很厉害。我们还是欢迎各位，这边还有家长可以把小朋友送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主日学会唱歌，会跳舞，会演戏。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OK， 接下来那个主持人他们待会要表演，所以现在是我代班一下下哈。接下来呢，这个团体非常厉害了。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是妈妈们生出来的，对不对？现场的妇女给自己一个尖叫声！世上最伟大的是谁？妈妈，绝对不是谁？爸爸，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没错吧？哈，爸爸应该不敢喊扣嘛？哈，不敢喊扣。OK， 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演出的团体就是我们的妇女团契，在我们的礼拜六呢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我们还会聚会。那今天呢，他们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舞蹈，就是柔中带细，这个非常的漂亮哦 ，like a swan 天鹅 ，OK， 哦，他们要带来一个芭蕾的舞蹈 ，OK，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芭蕾舞妇女团契。风中芭蕾。
掌声加尖叫！来拍照照，美丽的天鹅，美丽的天鹅 ，The beautiful swan。星期六下午4点，欢迎各位妇女参加。再一次掌声给我们美丽的天鹅。好，我拿个麦克风给他们一下。下一个节目是情社团契嘛？好，那你们要麦克风吗？哦，是银发族，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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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接下来是银发族，你以为他们只会唱歌吗 ？Sorry， 连跳舞都会，载歌载舞，不仅会唱歌，又会跳舞。还有人在换衣服，是不是？那我再讲一下，他们那个非常的厉害，我刚刚已经看过他们的彩排了。你绝对不相信他们已经60、70、80岁了，还可以这样子跳舞。我到哦来了，是不是 ？OK， 他们已经成员到齐了，叫我麦克讲啊 ，OK。那我们就跑下去了。Let your ligh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The reason why I walk big stepper like I do is '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The reason why I talk real big like I do is '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Yeah, and I'm not saying that everything is perfect, but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So even when it gets tough, I'ma keep my head up be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I know you'll see it. I know you'll see it. God thought that I was worth it,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And I see you.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And I'm telling you, they watching you. Ain't nobody stopping me. I know you'll see it. I know you'll see it. I know you'll see it. God thought that I was worth it,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And I see you.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And I'm telling you, they watching you. The reason why I won't big step like I do is '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The reason why I talk real big like I do is '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Yeah, and I'm not saying that everything is perfect, but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Yeah, so even when it gets tough, I'ma keep my head up because I feel like God is shining light on me. Yeah, I know you'll see it. I know you'll see it. God thought that I was worth it,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And I see you.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And I'm telling you, they watching you. I know you'll see it. I know you'll see it. Yes, God thought that I was worth it,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And I see you.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Oh yeah, I see you. And I'm telling you, they watching you.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Go ahead, do your danc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Yeah, 'cause everything about you's going up. It's your moment. Let me see you shin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Get it, it's your time. Light it up, yeah.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ght it up, get it, 'cause everything about you's going up.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I am not bragging when I say I'm blessed. I ain't just talking about cars and cash. I got that too, but that doesn't last. I'd rather 帅哦，帅哦！ This is a game, I follow the leader. Every day I know that I need you, and I'm only kept because you're a keeper. Jesus, Jesus, please keep shining on us. Doesn't matter who's against us, as long as you are for us. We will never be defeated. Their names will join us, and you
掌声鼓励鼓励！好了啊，赞！我们拍一张照，我们请老师也上来拍一张照。老师，来，麦克风拿了没？你们要走哦，好。今天很快，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快。好快哦！对啊，平常没那么快。4点就结束了。对啊。圣诞老公公给他拖9点，快4点。对啊，有点。没关系，我们社青跟青少系大概会占20分钟，我们演戏大概17分钟。接下来情色大概也是对，差不多，8就是。OK， 谢谢我们的银发族。我们再宣传一下我们的银发族啊，其实 ，sorry， 我们的银发族可能已经不需要宣传了，因为我们的银发族只要一开放就是秒杀，掌声鼓励一下，跟什么张惠妹、周杰伦是一样的，开放即秒杀，但还是希望大家多多鼓励鼓励，好不好 ？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节目慢慢越到后面啊，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来教会了呢，你可以从年轻跳到老，主日学会跳舞，最后青少系也会跳舞，我们的银发族也会跳舞啊，唱歌也是乐团刚刚很年轻啊，然后我们年老的也可以唱歌，对不对？好，那我刚刚介绍到那个妇女团契嘛，大家有没有想说，怎么没有兄弟团契？只有妇女团契没有对，但是我们有情色团契。情色团契呢，就是夫妻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情色团契。只要你来呢，有吵架的，对不对？会少吵一点 ，OK。我们在这边会得到一些交流沟通哦。那回去，如果呢这件事情是先生错，回去他就会彻底的改变。如果是太太错，就是太太怎么会错？太搞笑了，对不对？不会，但反正我们的情色团契呢也是非常棒。那今年呢，他们要带来特别的这个应该是唱跳啊，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那希望这边如果有夫妇可以来参加，我们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差不多9点半到10点，在4楼啊，我们会有聚会。希望大家如果结婚的话，我们可以来聚会。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掌声加尖叫，介绍我们的情色团契。I will follow him,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And near him I always will be, for nothing can keep me away. He is my destiny. I will follow him. Ever since he touched my heart, I knew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from his love. I love him, I really want to follow, I will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he can keep me away from his love. Oh yeah, oh yes I love him. I follow, I go follow, yeah. True love. He always be my true love, forever.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So follow, I follow, I follow. And this is a mountai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you can keep me away from his love. 掌声鼓励鼓励！青色团契，青色也疯狂，照相来，照相照相。好忙哦！每年圣诞节呢，所有的教会都会动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团契、什么样的年纪，大家都一起动起来，来为耶稣庆祝我们的圣诞节，然后这个舞会。然后接下来的表演节目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每年呢社青团契，也就是社会青年的这些年轻人，会为我们准备一个爱的故事。没错，我们之前也参加过社青嘛，对不对？对。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大家小组聚会，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团契的开始。对，也是一个交流，然后让我认识建成教会很多美好的地方，还有很多爱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加入了建成教会，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到开心跟感动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赶快来邀请我们的社青团契所带来的表演。他们要演讲的，他们要表演的，他们是要有一个，对，他们有一个戏剧嘛。但是因为我之前也是社青团契，就还没有结婚的人都是社会青年，然后我现在只是在夫妻团契。没错，就是会到不同的那个啦。因为我们就是很常吵架，然后吵架太太永远是对的。对，没错没错。然后在社青团契的时候，现在他们聚会已经有20个人，就是有很多可能都不是基督徒的，像他来参加的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其实都在讨论工作上面遇到的什么问题呀，然后在生活上面遇到的什么问题，生活有什么困境，因为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工作可能还没有落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迟疑或是犹豫跟方向。那来到社青教会，大家一起聚会，互相是彼此的支持跟肢体互相帮忙这样，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很好。每个礼拜四虽然下班可能是7、8点赶来教会，其实很累，但是9点半结束，大家还是一直聊天聊到10点多才回到家，隔天8点半又要上班，所以是大家都很乐此不疲的来到聚会。没错，然后我真的很推荐来我们建成教会所有的团契都有非常好的感动，可以感受到上天跟我们同在。好，那我们接着欢迎我们的社青团契所带来的戏剧演出，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小龙出生在一个平凡
凡却温暖的基督教家庭。从小，爸妈总是教导他要用爱去对待别人，对待世界。那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的客厅里，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正悄悄改变着他的心。小龙啊，圣诞节到了，这是爸爸妈妈帮你准备的圣诞礼物哦。哇，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小龙，我们希望你长大以后也能像耶稣一样，把爱分享出去，并且能够去帮助身边的人。对啊，甚至希望不管走到哪边，都能将耶稣给你的爱给分享给其他人，让别人也能感受到耶稣的爱哦。好。那一瞬间，小龙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小龙看着衬衫的爱心，露出一个最甜的微笑。小龙，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耶稣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路，好不好？来，我们三个一起握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小龙来到我们身边，求你能够保守他的心，使他能够爱人、照顾人、帮助别人。也求你让你的光照着他走每一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小龙渐渐长大，父母的话一直都记在他的心里，但真正的爱究竟该如何活出来？在一连串平凡的相遇中，他慢慢明白，爱其实就在日常里的每一点每一滴里。来，你们这一组交这个报告，你们有看过、有检查过了吗？对不起，我搞错了。对不起，有用的话，我还请你们来干嘛？阿姨，你走路不看路的哦。不好意思。而且你看这个地板那么湿，如果有人不小心跌倒了怎么办？我刚拖第一次，我会再拖第二次，拖干净的。阿姨，谢谢你帮我们把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我刚刚都看到了，真的不是你的错，辛苦你了。谢谢。来，你真的很棒，辛苦了，不要放在心上，好不好？谢谢。小龙拥有一颗乐于帮助别人、善良的心，但世界好像不是他想的那样。来哦，香香的花，来哦，一只80，两只160，三只240。先生，让我看到一眼哦，你们有要买花？好啊，那我要买3只。好。啊，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呢？别说我了，我老公上周发生工伤意外，偏偏遇到难搞的雇主 ，no， 不理赔就算了，还把他给 fire 了 ，horrible， 真是活不下去。老婆，你不要把家里事情跟别人讲。先生，只不过买3枝花，又不是买30枝，为什么问这么多？莫名其妙。你花拿去。有什么需要帮忙再跟我说。谢谢你的关心啊。哎呦，不好意思。又好
要小心翼翼捧着的不只是模型，更是难以得到的宝贝。但在这群人眼里，这只是个笑话。真的假的？你也太狠了吧！那也是他活该。哎，这家伙竟敢撞到我们，找死啊你！我的模型，我做了1个月，你们故意的！喂，你拿不好还敢怪我？就是拿这个破东西在路上撞到，也是刚好而已啊。我要去报警！报警啊！看警察会不会理这个小儿科啊？就你这个穷酸样，还想要报警，笑死人！就是听到了没有，在这边就是个过街老鼠吧？哎，搞什么东西啊？闹够了没有？哦，又来一个怪人啊！就是刘八姐这个东西，弄脏你自己的手啊！我告诉你，欺负别人不会让你变得更坚强，只会让你变得更廉价。讲这什么无聊的东西，对吧？我们走。给我注意一点。全毁了，我真的很没用。没事的，来，我先扶你起来。来，我跟你说，有人说你是过街老鼠，但在天父的眼里，你是他的宝贝，真的。我是他的宝贝。那当然了。难道你要看我笑话吗 ？No， 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我是来告诉你，有人看得见你，有人在乎你的努力，真的。努力？算了吧，我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废物。喂，是，你好，我是，嘿，请说，医生，请说。你说什么？等下你说我父母怎么了？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因为一场意外，小龙的父母离开了，爱已被消耗，加上失去生活重心，小龙崩溃了。请问有人可以帮帮我吗？有人可以帮帮我吗？我很需要协助，你可以帮帮我吗？我帮你。那你可以告诉我父母，我其实很爱他吗？还有人愿意帮帮我吗？都没有人吗？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帮忙，都没有人愿意帮帮我。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忙。不要！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小龙给了一生的爱，但世界没有停下脚步，他的手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小龙听见天使说的话：“你以为你做这些小事没有人看见，但是上帝他全部都看见了。即使最平凡的付出，也从不被忽略。今天，你用爱温暖了别人，也被上帝看见。谢谢你们。小龙终于明白，他从来不是在传递自己的爱，而是在传递一份从上帝来，永远不会被消尽的爱。这份爱将从你和我继续延续。有你们真好。
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拥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哇，我们的这个戏剧是非常的用心跟精彩啊！我们来拍个照哦，来，我们来拍个照，来，我们准备好哦，1、2、3，好了吗？好，2、3。我们谢谢社青团契准备的戏剧表演。好，我们还是有很多节目要进行哦。那我们直接介绍我们接下来的团契是我们的青少契，就是青少年团契啦。然后他来带给我们是一串非常劲爆的舞蹈，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哦。为什么你也穿这个？哦，没有，你刚刚在表演。对。想说，怎么有同类的？社青团契表演之后，再来就是青少契嘛。那青少契的意思呢，就是还在读书的青少年。其实这段时间的年轻人呢，更需要同侪之间的互相的理解与家里爱的理解。就像我们刚刚社青团契的一样，就是这不只是一个表演，戏剧表演，而是一个提醒我们这个爱要从家开始。然后接下来是青少契的表演，我们的年轻人，你跟他讲话，他眼睛都不敢看你那一种哦，因为就是处在一个就是尴尬期，然后他们很需要人家对他们很多爱的包容，他们其实不理你，不是他们讨厌你或是不喜欢你，他们就是害羞。你跟他讲话，眼睛都不敢看你。青少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要用爱去包容他们。接下来看到他们，我们要看他们精彩的舞蹈表演。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青少年团契。好，那我们他们自己会。好，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青少契的带来的舞蹈。要加油！要加 ，Let's go！ Hey,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将右手to find your
念一下。合照，家长说要上去，家长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那个辅导，我们请辅导上去一下，青少期有辅导。好，家长太骄傲了，虽然说家长也要上，我们都一起合个影啊！来，我们青少年团契呢，我们有安排教会的大哥哥在辅导他们。那前面穿绿色衣服的，就是青少年的辅导哦。然后还有子瑜，穿绿，两个都穿绿色的。子瑜现在是孕妇。阿公来。不要紧。哇，赶快！我看来以后青少期每年都要出5了，不好意思啊，每年都要出5，而且不能出太简单的，这是我教育部长的要求。来，1、2，团契棒不棒？棒！厉害！太帅了！好，谢谢。楼，请留步，楼。你知道我随便搭一个，你站直。他跟我一样高了吗？对。但是我从主日学看到现在。好，是不是来青少年团契都会变很高？因为我刚刚看平均身高大概有165以上。没错，在建成教会长大的孩子永远都是最棒的，对不对？没错。那我们已经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神秘的环节，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位神秘嘉宾会来邀请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就可以让你开放各位给猜一下，你们猜是谁会来到现场呢？周杰伦。哎呀，差一点点，周杰伦的好朋友。蔡依林，有人说蔡依林，刘畊宏。也不是，是我们会邀请我们重要节庆的人物到现场哦。等一下他会自己过来，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节？圣诞节。今天要来唱这个圣诞歌曲啊，就是我们的军歌标，但是我们唱的是中文版。中文版有可能会哦，很聪明哦，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来唱一下这个叮叮当，好不好？新来到，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它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来到，到底是谁呢？我来看。到底是谁？我们想要邀请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前面。我今天也是小朋友。所有的小朋友。我要跟你们一起。小朋友。谁要吃糖果？哎，不是这里啊。不能上去，来下面。赶快坐好。这边就可以了。赶快坐在那个摇滚区哦，摇滚区。可以啊，这里就好了。来了，你们也不知道。唱太小声。太小声。只想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愿我们快乐幸福的热气洋洋。花风会飘，花鹿在奔跑。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路过了小桥。有一点塞车，圣诞老公公塞车了。小朋友快一点！你看，
桥，马路在奔跑，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渡过了小桥，跟着和平欢喜歌声偏南地来到，嘿，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我不必风霜，天龙多梦志向，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它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花梦回了，花路在奔跑，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嘿，渡过了小桥，嘿嘿。和平欢喜歌声翩然地来，小朋友，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不披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Merry Christmas， 愿城教会。然后圣诞老公公怎么今年的好像吃的有点比较大一点？对对对。好，那我这边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本人来到现场，也是我们重金礼聘来的哈。那我们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圣诞节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开放问答。谁知道是谁？好，来回答，诞生。答对了。哇，答对了会有什么？哇，太棒了，要发礼物了。耶！所以我们的答案是纪念耶稣的诞生。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回答。那圣诞老公公的由来是什么？圣诞老公公的由来不知道了吧？不知道了吧？谁知道？有人知道吗？如果没人知道的话，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转世之前呢是那个土耳其的一个主教，叫圣尼可拉斯。什么？什么啊？再讲一次。之前呢是那个土耳其的一个主教叫做圣尼可拉斯，然后当初都喜欢帮助穷人，常常在烟斗里头丢金币进去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这个圣诞人分享的一个故事。没错，而且他还会救助穷人，然后帮助少女嫁出去，这样他是一个有名的善人，所以是由这边演变而来的。没关系，那我们还是要发所有的礼物给大家。那是不是大家要唱大声一点啊？金龙苗，花路在奔跑。来，小朋友，你喜不喜欢圣诞老公公？来，都上来，都上来。好，我们一起拍个照，小朋友拿完糖果就站到圣诞老公公的后面。我们一起为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有一个美好的记录哦。好，我们来可以跟孩子们照相。哇，你拿那么多啊！我们圣诞老公公，我们下面也需要一下，下面。好，好，我们看前面啦。好，前面来。1、2、3，圣诞节快不快
谢大家。啊，圣诞老公公下面发一下，下面发一下。没错，大朋友也想要，大朋友想要，对不对？好，我们慢慢下去哦。大朋友可以用丢的，没关系。大朋友丢一下。好，大朋友哇！大朋友，最远那边看看，最远的朋友，我打到你们。没关系，那边的朋友有拿到吗？没有。哇！哎，怎么这么难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舞会呢就要结束了，就是大家快点来跟圣诞老公公拿个小礼物哦。很棒，很棒。有人没？那边没有拿到。哎，后面的朋友，我们请圣诞老公公过去啊。圣诞老公公给没拿到了，有这些有拿到的先不给啊。后面都没拿到，后面没有啊。后面。好。好，圣诞老公，我们圣诞老公公很辛苦，他等下要赶场哦。圣诞老公公的帽子掉了。圣诞老公公发糖果发到帽子都掉了。好辛苦。对。我先提醒一下，等一下5点半，马来亚餐厅我们会准时开桌哦。没错。好。我们这个节目啊，也差不多到尾声，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考大家啦。好。我觉得，凯华，你觉得哪一句话最能代表我们建成教会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没错，一起讲，我们建成，我们有爱。再次哦。我们建成，我们有爱。谢谢大家，圣诞节快乐！跟圣诞老公公说再见。圣诞老公公拜拜，明年见。所以等一下5点半要准时到嘛？没有5点半会准时开桌，现在时间是4点。4点整。还有一些时间可以交易，就在中心医院那附近嘛。对，我们在中心医院那边有车位可以停。对，旁边。好，那等一下记得大家过去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好不好？好，然后我们那个厕所还是那个楼梯、电梯都先让给我们长辈退场，好吗？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赖赖，还有凯华。我是凯华，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圣诞快乐，晚一点见。总务部宣布一下，
待会，好，没关系，待会大概需要10余名男丁帮忙撤退我们的舞台。我讲到今天就要撤，对吧？就是先撤啊，不用回补，先把它送下来。好像你也挡在修瓜了，藏不出来。可以哦。你有抢，你有拿到？刚刚多少次都你买了。但是你都在吃哦。你看跳舞好厉害。还有屁眼，把你加进去你的群体。站这边。哦，是哦。是哦。好。我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就是被踢掉，老板。我等下会跟我妈讲一下，因为好像是棒的，因为社群的经费。妈妈换一是换，就是那个灯盘，那个灯控盘。对，就直接，因为它不是然后那个阿姨就要进去。因为他那个小孩那时候正在帮我开关，然后那阿姨就勾到，然后就从椅子上飞下来。他比较可怜，他先超越翻过来，然后又掉。好，吃完了。用没加啊？那你敢加入我们群组啊？都已经下去了。应该直接。我们都进。可以邀请他加入。我们的群组邀请他进来，他就加入。有啊，就有被吃掉了。这个都不吃肉吗？他都不吃肉，他是活力，他是吃素的。谁贴的？他呀？爸爸贴的。感恩最爱爸爸哈。爸爸贴。他也喜欢吗？你姐，他看姐姐什么？跟姐姐学。请流行舞班的去找他，他送你的小礼物。流行舞班的，来，海洋你是吗？
对啊，我们的总务部长长说清楚。就先把它收下去就好，然后我觉得我跟你讲，小心手，小心手。哦，我跟你讲，白色这个吗？老虎钳。哎，对好。等一下不会打到我头发？不会不会。老虎钳好像没关系，用剪手。
这个这边可以先。等一下。好，可以。来。好，可以了，先这样好。应该好，还是要那另外一台车，然后你的手要小心。然后立起来，好，先靠边放下，然后可以，他就冲，对，好，好，金明哥你小心，你手小心，好。好，停。他们俩会有那个药。对，他们来。好。那我先好。刚刚我们研究了，就是每年都要想一下。一年一次多少钱？对，各位想了大概15分钟。对，这是我自己瞎摸索的。对。等下一台车。对啊。然后给他们归位就可以站上。对，我们来弄这个椅子。这样子。然后这边有Uber可以叫车。谁叫我们？你有。小恩啊。叫车到 P1 需要。哇，已经对我有偏见了。这条裂掉了，瓷砖裂掉了。这条很难清，就对，谁啊？哎。可以吗？这样送得了。好。再两个吗？再两个。再两个好像有点可以吗？除非这个在往后。可以。那这边我可以。好。然后这边再推过来。开上吗？你脚直接踢完，我这边顶。就是你们这边转，怎样？然后季红这边也踢进去。小心 ，sorry， 夹到了吗？然后收。哎，你手收起来一点。好，可以。好了，可以了，这样可以。好的。对啊，太过分了。季红得到姐姐的爱。对，季红小心。好。好。
啊，可是他应该是要可以一起连的。可是这样好了，他直接点双面胶，这就是双面胶。因为它搞得对啊，一盒一盒的，这就是双面胶。不然的话，可能就要去买那个除胶，因为你们刮的都是前端那个刮水，刮开不要用刮的，而且要买除胶，然后混上去让它刮。哎，小恩啊，我刚跟我妈说了，反正你就直接买，然后发票再开过来。你买的时候发票开过来，社区报账。因为有啊，因为他那一声很大声，因为大家都有听到。对啊，真的。掉沙石到这个。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彩排到我们在彩排。可能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对，他手不贴书面胶。贴下来了。然后你跟这个到底有关系吗？对啊。好是不一样，控台彩，因为他们不是要那个对齐吗？但是怎么样？没有，啊，这个还好，这个就对，这大概3000到5000，算了，没差。我觉得正在一直要拍摄在，对，那我还以为要比较今天过万，没有，一展，可是你看你灯不可能用一展啊，你如果像你应该在舞台看到嘛，哎，那我们这边的人先比一下钢琴，刚才有移动钢琴吗？有往前有。哎，那你要到哪？因为我不知道要到哪。然后各位想说奇怪，这个脚要放进来。哦，好。啊，等一下，把这一支。可以吗？小心哦！来。哎，还有一支麦克风，我看到。还有一支麦克风。好，麦克风。好，那你喊呢？等一下，那它是怎么定位的？就是要转过来。转过来，哦，所以这边不要动，这边不要动。备好，1、2、3。好，那我要推过去一点，对不对？再推过去一点。好，等一下，现在要往那边推了。到底是不是这个方向的？要往这样推。对，往这里，对。好，然后要抬起来。抬起来，对。好，手注意了。好，放。那边的有在弹琴吗？有，没有动啊，这个有啊，这个因为刚磨的时候就敲在那个地方。这样是太。这边好像再回来。对啊。再回来一点。这个再往这边一点点。对，是平移嘛？对，哎，为什么第二个先反应过来？sorry， 因为我那边好，这样。给你调一下位置，就是你坐姿啊。对 ，OK。好 ，OK。然后，不然就要去1楼看一下。不要，这样差不多。好的。那我来赶快给我。哇，大工程。我会一切。没关系啊，我让他们弄。啊，对。那鼓好像也要弄。
好，没有办法卸下。一边两个。哇，这个比你用这个要贵。这个是什么？这是上面花牌。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就下面还有一个。对，下一间。我记得他在里面，记得是这样。然后就是一边一只的话，那个东西要在。那个底座往少了啦，站不起来了。有，我刚那个塑胶箱。好，就剩那个塑胶。好。那我们上这边拿。有底吗？有底。对，我等下去吃，你们去吃饭，我带你去跟我妈讲一下。开那个有些游戏。对，268。没有，因为确实啊。对啊，没有，就正常，都没有什么。一定要的。不然你从桃园扛过来。结果最后没有那个，然后对。没有，我们那天排演都试还不错，是真的不错。这是刚好上。哦，太后面。在那个2张椅子中间。哦。对，拉去看。对，我发现。可以，对。4只脚先。对，4只脚。它这是有编号吗？它有，它有的位置有点复杂。有，它有数字，我记得。对，1、2、3、4，就是你那是2，那要等人家桌子来才知道。这2个。这个小的应该是在外面。对吗？它可能在中间。中间吗？对，就是2个。对。所以它是离之下，然后又是这个板子是在对，没有这边在这，另外一边的他们推入。宽度只有2，劳动。年底大扫除就收起来了。再更换新春。哇，你这个都砍下去了？没有，这个放后面。然后继续往前，再倒车进去。这样跑。我去里面干嘛？在。好。
那写了，就是他在往前面。这个是两边应该对起来，要么我这边往后面一点。你这个比较高，因为这个有这边有往后过。哦，好。这边画的没有太紧。好。要对起来。有。我们要算起来多少？然后我们等下再慢慢把它整理啊，好，整理这边。我这边差不多了。好，那我们慢慢。然后他们你要把桌子弄好，搭的。还是你要等他们上去之后？不用啊，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平平的往前走。可是你有记得，差不多2下，反正就是让那个轮椅区有大热点就好。我现在你可以在群组那个。然后我转，然后你转翻那个。这个越长的，之后就照着来那个刚方向的那个。对，然后你就背对，你用背对，你用背对。群主啊，我对。对，每次都很快。有头的在里面的，对，然后后面的可以。对，要让他们交叉放。这个有点难，是要等一片对，就是拿桌子来，没有那个小这个，只要配合对，对。不要用拉的，用你的那个轮椅，它才能够。我不知道，是练歌的，还是他们摆方向？应该没有吧？他不排了啦。他这边对。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累的反而是有效。对，你这个累的，反正变成一个我要当上出来变成白痴。哦，这算不错。我会讲点词。哦，你那个做我听到的有印象。有，超。好，这个这还有机器对不对？对，下次。有啊，好笑。对啊，你这已经用过了。而且一开始是觉得好喝酒。那明年一样，香的花。剧本不改，不行，要改一下。明年说你就换别的。没有啊，一样啊，这个台词还会继续而已啊。对。剧本是会改，但台词还是一样。对。
的脚1号，好，所以是如果倒过来的话就是1、2、3、4，1、2、3、4，对，所以是1。然后嘞，然后你们等一下会这样子嘛？等一下是这样子下，所以是脚要横的，对不对3分钟到。脚要这样。拜拜。我知道。你砍过来，对。这样子嘛。扣里面这样子的。对。然后2号在这，对不对？2号在这里，在小光这里。好，你可以走。因为我都录了。好，等一下，我就这样看。好，手慢慢放，然后自己不要被压到。我在那边打包。你不会。这样吗？不是，好，这样。好，4号 OK，1号 OK，2号 OK，3号 OK，4号 OK，然后就拿后腿。小光这边给你靠啊，没事有动。然后也看不好。好。把它弄掉。好，那没关系啊，有啊，它受伤。好。找手。没有锁到压到下面去了。这边剪就行，这边把它剪。好，放，然后。他们还要这样对着这样子，地板那些他们都要再起。对 ，OK， 小猫。累了。那这个好了，搞定了。谢谢啊，辛苦了各位，看。大家辛苦了。没有女生吧？什么？剩男的。没有。叫剩男弟。对啊，你渣男。对。渣男。没有，木字旁那边。男子。可以慢慢去。感谢。第一个 OK。好，翻译过来。小光这样。拍掌啊，就这样。这样，啪啪敲敲撞，会不会？哦，一样那一只，一样是那一只。刚去里面你说哪一只？那是讲台上。对，那就是用那一只。